们看这是什么情况？哇塞，厉害了呀！超级大八爪来跟我抢食啊，这是，还是我来跟他抢啊？哎呀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，真是不得了！你是要把自己撑死吗？这么多你吃得完吗？哎呀，哎呀，我的天哪！那让他进我的桶里，我这一桶估计都让他吃完了吧？看看石块底下还有吗？没有。走吧，我看这个石块像有人要的，翻一翻看看啊！哎呀，果然有啊，还好大呢！我的天，看看看，他发现我了，他要逃跑！哇塞，这一个好肥！天哪，我这多久没捡到那么大的大八爪了？哎，你看它的爪子，死活想往里逃啊！哎呀，呀，千万别喷墨，别刺激它。收了。嘿，这个大石块是真宝藏哎！